市府劳工局举办幸福5月天快乐劳动节活动记者会，正式宣布5月1号劳动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不管是模范劳工的选拔，或者是我们今天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安慰家族的成立，还有这个辅导团的成立，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在职业工会上，在产业工会上，能够让劳工朋友们他能够在一个安全而且身心状况良好的状况下来工作，这样子对他自己、对工作效率、对公司其实都是三赢的。市长吴伟霆嘛授旗，予今年新嘉义安慰家族的2间企业，希望更较侪事业单位会当落实职业安全卫生，同时嘛将对今年度职业安全卫生防灾防事辅导员进行修正，希望唤起全民对职业灾害甲职场安全的重视。借着今天5一劳动节的前夕，我们呼吁辖区里面的风景点，我们的老板来做打折。另外一个部分，呼吁大家必须要注重职业安全卫生的部分，大家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辖区做来拍拼。赞。迎接5月1号劳动节，劳工局嘛甲22个单位有配合劳工休闲旅游方案，互劳工朋友会当以上优惠的价数安排规家伙仔佚佗，或者是享受美食等休闲活动，来疏解工作压力。今日新闻，管子采访报道。